像啊，继续来看，有一件真怪奇的代志发生伫中华宝岛的天后宫。正月初四迄天，走来一只乌狗，一直吠这个天公炉，刷落去天公炉竟然是发炉。本地大家想讲是香火伤多才会发炉，所以就开始来清这个香火。想袂到竟然清出着一支10公分长的骨头，面顶阁抹这个朱砂。庙方怀疑是有人恶意要来迫害，已经向警方来报案。中华宝岛天后宫庙方人员伫初四发现一只乌狗走来对天公炉一直吠，无偌久天公炉就发炉，而且因伫咧香火内底找到一支大约10公分的骨头。咱咧清香卡的时候，然后那只狗又在面前叫，本来想说也不管它了，然后再清才把那根骨头给清出来。这边是什么骨头嘛？这唔知影呢。庙方头先掠准是过年时伤侪人参拜香火伤济才会发炉，想袂到伫咧香火内底找到骨头，顶悬阁有朱砂，庙方怀疑是有人挑工来迫害。针对一个庙里面的某人，或者针对某一个人，再用这个动作要伤害别人。那这支骨头到底是人的，也是动物的，目前也唔知影。庙方已经向警方通报。那到底是啥人会伫咧天公炉内底带骨头？课证调阅监视器，厘清案情当中，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3条第4款办理移送。警方强调，有损庙史、教堂、蒙牌、公众纪念的所在也是设施，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会当处6000块的罚款。警方当根据监视画面追查带骨头的可疑人士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